如果睇到心去諗，去知道心係自己諗嘅，心係無我嘅，佢係自己去諗嘅。諗咗之後，生起嘅係苦定係樂，亦都冇辦法被指揮，冇辦法指揮，冇辦法選擇。呢個就係無我。快樂生起，短暫咁樣停留，然後就消失；苦生起，短暫咁樣停留，然後又消失。呢一個就係無常。因此，三法印一直喺度呈現，不停咁樣觀察，心去諗，冇辦法阻止。諗咗之後，生起苦定係樂，亦都冇辦法選擇。呢個係無我。苦樂生起之後，煩惱滲透入嚟，係貪、嗔、痴滲透入嚟，定係生起善法，由唔得我哋選擇。心善定係不善，亦都唔由得我哋指揮，一切係自行發生嘅，依照心嘅慣性自行發生。我哋冇辦法阻止，只要心有煩惱，慾望就會生起，想好、想快樂、想寧靜，呢啲係好人嘅一面，想唔苦。至於壞人嘅一面呢，想得到好嘅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想得到好玩有趣、令人陶醉嘅所緣，心一直動盪不已，不斷咁樣觀察就會見到實相。所有嘅感受都係無常嘅，所有嘅感受都冇辦法被掌控、被阻止。感受升起之後，點樣嘅煩惱滲透入嚟，亦都冇辦法被阻止、被掌控。隨住煩惱滲入，貪愛升起、慾望升起，亦都冇辦法被掌控、被阻止。貪愛升起，心就會掙扎，呢個係無論如何都阻止唔到嘅。企圖去只係保留慾望而唔俾個心掙扎，係辦唔到嘅。當心冇咗慾望，就冇造作。因此，幾時心抵達咗無為，貪愛徹底止息，有就悉數滅去，涅槃就會呈現。涅槃有時候都會被佛陀解釋為貪愛嘅止息、慾望止息，我哋就會體驗到涅槃。貪愛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苦滅。呢個就係緣起法展述嘅過程，真係咁㗎。逐步咁樣探究，逐步咁樣觀察啦。